彰化县政府教育处王明雅督学，欢迎您。建修国小大家长李远航校长，欢迎您。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来在我们学校办理这个全彰化地区性的一个交通安全的一个夏令营。那里面主要的一个工作人员都是发自于一个自愿性的一个志工的一个活动，全部都是利用自己这个暑期假日的一个无偿的一个投入。那讲到我们今天最主要的一个活动的一个架构设计我们就是有设计的有跟于交通安全相关的一个动态有别于以往我们都是做静态的一个宣导，实际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可以实际的去让社工我们的交福社社员他把他的所学回馈体验到小朋友身上，让他实际感受到他的所学对自己跟对别人都有帮助。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夏令营的一个营队对象，我们招收了全彰化地区的国小的小朋友，原本预计80位，但是想不到报名的情况非常热烈，最后是小朋友有100多位今天我们的过程，相信各位在画面上看得到，小朋友都非常的投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成果。在这2天1夜的活动呢，我们有设计破冰活动，还有闯关活动。闯关活动有结合到交通方面的知识，然后我们晚上呢有萤火晚会，让小朋友们体验萤火的感觉。在过程中，我们也有安排3专体验的课程的部分。课程中呢会让小朋友体验商专是什么样子。